国家所有国家阿塞拜然是这一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主办国，因的首都巴库因为安尼，嘛迎接新的一波的观光人潮。这些游客拢会去当地世界遗产巴库古城，或者是真出名的现代建筑去遐行踏。在地团体嘛希望讲会当利用会议的机会，互甲在地文化特色绍介互全世界。 游客伫咧听导览介绍，来亚塞拜然首都巴库参加城市散步的外地人，即马愈来愈多。甲其他所在比，亚塞拜然的旅游费用有较俗，不过接受真侪东西方元素交融的景色。其中上有名的景点就是巴库古城，城区内路正花，墙围啊拢正古早。 保留着中世纪的历史甲景色。2000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列做世界遗产。The Holy Chari Shahar, with its residential buildings from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much more ancient historical buildings, the Holy Chari Shahar can be introduced as a visit card of Baku. 除了去古迹甲博物馆参观，游客伫咧巴库古城，会当感受到上深刻的亚塞拜然文化。 像这正罕见的茶甕啊表演，会当了解伊的历史甲语言。Yani tamaşalarımız maksimum 1 saat yarım çekir. Kısa müddet ərzində onlar Azərbaycan mədəniyyətinin həm musiqisi haqqında, həm geyimləri haqqında, həm Azərbaycan danışığını eşidirlər. Həm klassik əsərlərin özləri ilə tanış olurlar. 这条时代一直伫咧改变的巴库，即马已经是高加索地区上欢迎的都市之一。除了以附近的中亚国家民众会来遮，最近欧美甲世界各地观光客也愈来愈多。即马亚塞拜然将会办这一届联合国气候峰会，所以应该会带来真侪观光客。公司新闻牛眼编辑。